艺人林依晨在2013年接演《兰陵王》后，直至今年才再次推出古装剧作品《小女花不弃》，反应也相当热烈。而她为了诠释戏中的乞丐，还直接跑到台北车站亲身体验，也让林依晨演戏起来特别有感触。林依晨最新推的古装爱情剧目前正在中国大陆播出，仅推出6天就获得100万浏览量。而这次在戏中饰演的乞丐，也有别于《兰陵王》的王妃角色，他在荧幕前蓬头垢面，躺在地上，并抛开包袱大口鸡肉、喝酒，演起来相当传神。在媒体的微信群访中，林依晨也提及演戏前的事前工作。她透露，开拍前还特地到台北车站附近的湿地扮演乞丐，将全身包起来，尽可能弄脏的地方都弄脏，借此感受和平时不同的。她也有感而发地说，因为一般人都会不自觉用衣着来评断是否要靠近或远离其他人，这也是她在揣摩时感触最深的地方。林依晨从以前就秉持着这种敬业态度，过去曾为了拍戏有过6天6夜没有休息，现在的她反而会以工作与并重，不会刻意为了流量而增加戏约。林依晨也表示，一个好的演员不能只是一昧的拍戏，我没有真正去，很难累积出角色的深度和广度。拍戏就是一段的沉淀的结果，我不及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